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咧东协外交部长会议，就台湾甲南海等等的议题，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对话。布林肯对北京对台湾不时咧起无抗即个行动是感觉真烦恼。虽然两个人同意讲应该互美中军事交流持续有进展，不过中国军机甲军舰因为风台内4天无来乱，昨昏透早国防部是又搁侦查到12只。先握手表达友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日了国，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东协外长会议场边进行双边会谈，针对南海台湾议题进行对话。布林肯对北京最近伫赖清德总统就职了无偌久实施全岛封锁的军事演习的挑衅行动表达担忧。As we take stock of this affirmative agenda, we also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challenges to this shared vision, the ongoing and heartbreaking crisis in Burma, or the PRC's escalatory and unlawful actions taken against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布林肯伫甲其他国家会谈的时阵，针对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海冲突以及俄国入侵乌克兰、北韩核武这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两个人同意美中继续军事交流。不过，这个会谈，王毅阁讲，台湾不是国家。风台过了后，国防部28早起阁查到12只强机，其中10只飞过台海中线，国军严密监控。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计12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0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中方就本次会晤发布的新闻稿中，再度针对台湾发表种种乖离现实的谬论。外交部对此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咱外交部反对王毅讲台独甲台海和平无法度共存，佮讲国际民主社群已经真侪改表态，台海和平稳定甲全球的安全繁荣关系真大，并深化甲理念瓦近的国家合作，促进印太和平。记者综合报道。